真正小可真正有够开心的。若是伊换迄间店，你两个早就结婚啊。你看银行想要早就交袂到啊？我真想要看到你，我决定要甲阿成做伙。啊，这阿成是要离开小帅，离开因囝。啊，你是要离开定邦，甲你两个查某囝哈？我若要靠这个查甫的吼，我应该安怎做？一旦若进入到这法律的程序吼，就算我官司打赢，这婚姻就起了了啦。小爽，我是家己是想要。我拢袂记你安尼。我出门的时阵啊，非常我袂变少呢。小爽，我真正无法度，我继续这款生活。有唔理会。